好，那我们现在把整篇文章呢，依据我们所选的答案来念一次。阿弥上来熬满江，请向仙女下凡。家爸请讲记，地路风度到往日莫隔杀，就请天神教练来训练佢。阿弥进步当家，下个重量要进来进出。虽然会吃到伊实力、伊辛苦，不过佢看到自家嘅进步，就感觉到动得。有时间练到鬼神嘅神圆通，没动向会退难。有时间无生意促上，未会相爱放弃。特别阿弥爱放弃嘅下。就會面到有人講危險係真實存在嘅，不過要講期末係人嘅選擇，喺訓練嘅過程地度佢了解，而看到山當空嘅安靜嘅光景，聽出無安改。所以今日一篇文章，我哋嘅答案係1、4、2、3。大家做啲再利用時間，再嚟讀一遍。